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宜兰东京警针对南台南副都心15公顷文教用地，对一开始的小巨蛋到免税专区，甚至是科教中心规划，到目前一直拢无定案。加上市府该开2000万做简单的立米化，宜兰烦恼甲未来规划有冲突，钱恐惊是加开的。一方面，除了批评市府团队亲像是孙悟空团队计划一变再变，另外也依照最近的水患为例，建议市府应该朝向着海绵城市的方向来设计。本席建议这个道路要做 JW 生态工法，你了解无？哦，迄是迄个后壁湿地重化工程的部分啦。不啦，我是讲未来这个区域啊那个。就是我们农家嘛，我们林森站嘛，南台南站呐，是不是？我建议就是要用 JW 的生态工法，来打造一个海边的城市，马卡袂淹水啊，伊个下面是蓄水池嘛，对不对？有蓄水空间，你若干旱的时候，再水个摕开这个有公园啊，都可以利用啊，对不对？要可以降温啊，不是很好吗？虽然它的工法可能稍微贵了一点点，对不对？但是这个值得投资啊。我们未来对于整个我们自办的重化或者是私办的重化，就要求这样子。海绵城市啦，也就是说，当然成本会比较高啦。我想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谢谢。有人表示，虽然海绵城市生态工法制作绩效比较悬，一般道路高度大约5公分，不过生态工法坡面爱40公分，相对伊会当承受极端气候热让冷缩对道路的危害。前期虽然成本悬，但后续却会当省下数十吨的道路维修费用，建议市府爱慎重考虑。台湾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因空出现的议员杨忠诚针对这届823水患提出几点，甲市府探讨。议员认为，过去因空排水大部分拢是靠着因空、台湾、太祖庙排水，但因为当地地势较低，过去有积雨潭的称号。议员建议应该伫咧高速公路变道时做积水的伤涵，将水分流到邻地的三楼野溪。不过，经过水利专家的评估，认为三叶公溪的溪水无法度因此来下降，所以应该爱朝向着拓宽甲乌侵的方式来治理。趁着前瞻计划的治水经费，一定要来争取，来甲大湾中排减轻伊的流量，甲西边较悬的台南台地的水节流。直接互去志洪池，志洪池无够恁去想办法嘛？敢是安尼？以这共界节流嘛是排入到三明溪内底，无毋对。所以三明溪的迄个水量无减少，所以伊的水位嘛袂降低。啊，像为台39高铁桥下分洪，参4南石分洪，迄是水就直接排到迄个扩管溪，袂搁入来到大湾排水。太子庙中排迄个三明溪水位会当降低。我指就是讲，你至少这条节流啦做落啦，会当减轻着大湾中排的负担啦。你的这意见我已经有请顾问公司伫迄个三明溪的检讨报告，伊有检讨过，就是发现讲水位无法度降低。除了治水以外，议员也关心着安全岛的立米化。议员以着永大路甲昆大路为例，永大路是杂草乱生，昆大路因为后来较开辟，所以中央分隔岛有规划绿美化。议员认为绿美化的费用也袂开真侪钱，要求市府应该爱重视，避免来影响着行车安全。台湾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接续同款关心水灾的，也有议员詹王雅云。议员举着这个饮水补助为例，
原本咱市依照中央的规定，只补助超过50公分的受灾户。不过，伫民意代表甲受灾户的亲民甲抗议之下，最后市府才放宽标准，分阶段补助。因对超过20公分到49公分补助5000块，超过100公分除了原先的5000块，市府阁追加到15000块。不过，比较到其他5都，议员也是认为这是5都上介低，要求市府应该比较中央补助互共款。台北、桃园都是1万，那台中跟高雄15000哦，是按了咱5000啦。我可以请问我们的副市长吗？我们台南市政府真的穷成这个样子吗？大行拢比人较少，来。100公分以上的，大家拢2万，是按啦，咱加15000。那你治水是拿了最多钱的呢？这人民不会抱怨吗？因为以前就一直定的标准是这样的，不能改吗？可以改，比如说像这次，为什么你们没有在看？你们没有在看其他县市吗？我都不要说其他县市，我都特别拢调车尾。可以这样子吗？除了关心受灾户的补助，另外伫即届水灾整个林德交流道的交通拢中断，市府4个封路，但却无明确来指示着替代道路，互用路人根本就无法度转去到厝里。对此，市府水利局表示，除了第一时间透过电台甲市府的推播，未来也会考虑甲 Google Map 合作，希望伫第一时间帮民众找出可行的替代道路。台南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8月23日河大雨造成溪北地区真侪所在遭水灾，主要原因之就是画面当中的华内排水道液体，造成整个集水溪北化全部堵水。6号上午，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伫在地议员甲议员候选人陪同，共同到客家26号水门会勘，并且听出市府水利局第5、第6号船局的简报，提出改善的策略。黄伟哲答应未来不管什么职务，都会以治水作为第一优先。下了雨，水淹起来，就知道哪边的工程的已经出现了一个破损，我们就赶快去修补。那当然，这是做治标的修补部分。那治也不算治本啊，所以在更进一步深化治水的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把这个保护标准，第一个能够都达到原先8年800亿、6年600亿所讲的25年不易堤，那10年防洪频率25年不易堤的这个部分，能够全面都达到，那这个部分是要全力再去达成的。另外，除了达到这个部分之外，有没有作为其他的作为？有没有其他的作为？包括滞洪池的设置，包括其他这个分洪的这个处理，能够让这个保护力能够往上提升。这个部分是拜托各位水利专家，因为我不是水利专家，但是要拜托各位水利专家能够再努力的。那经费方面，在中央在地方，我们一定是把它列为最优先。黄伟哲表示，治水策略的重点之，就是加强地方各层头的防护能力，参照整下道路、围墙、公共设施等等，来强化水路的维提，并且补助民体个别水门，推动具备地防池功能的生态公园。针对地下道涵箱进行总体检等等，伊嘛以立委的身份向中央争取定期所准，并且继续落实前瞻计划水环境建设，以打造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823水灾所产生的财损问题，市府伫咧公布了饮水补助办法以后，因为执行上有困难，所以造成民众甲公家单位拢有真侪破案。区公所的人员嘛，拢毋是这水利的专业啦。你叫因要求因即摆离水已经无去的时阵，去家户咧找迄个水源，实在是扰民佮兼。佮兼造成公务人员的压力有够大啦。我是希望讲，按政府要做，就是爱针对有饮甲无饮这个标准，应该按台南市长会当家己认定，有饮水就是发放，无饮水就是无。较简单，慢慢造成公务人员的压力遐尼大。
各区的区公所这几天拢因为饮水补助的问题造成未少的争吵，也因此副议长郭信良特别整理出3点会当改进的所在，强烈呼吁台南市政府要赶紧做到，让受损害的民众会当取得补助，嘛减轻着执行单位各区公所的压力，避免造成市民的民众和公务员等的认知的差距，而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观念的不同。分有淹水和没有淹水了哈。第二个就是说，再次希望能够遵照赖清德院长指示的从宽、从简、从速的方向来加以进行，也就是属于属地主义。这个所在已经就淹嘛，这条路就淹嘛，就规个拢淹嘛，无可能讲这个范畴，但係淹这间规拢白才无淹，这个是比较不合理，能够比较能够从属地主义来加以认定哈。第三来讲，希望能够向上级争取补助这个水闸门，像88水灾，它有一段时间是开放补助申请水闸门的那我说向中央争取，是不是台南市政府也可以这边的民众继续申请水闸门的补助？因为目前饮水的补助办法已经公布，若要做进一步修改，就需要代理市长李梦燕运用伊的行政裁量权，才会当再次来修改着灾害补助的认定。副议长郭信良也再次呼吁市府，希望伊会当苦民所苦，帮助灾民渡过这个难关。台湾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仙台自2005年建立成为姊妹市了后，双边就开始进行友好的往来，不管是官方也是民间，拢有真深厚的交情。为了推动两国3个社区的观光，仙台观光国际协会今年特别甲台南市旅行工会合办仙台3行旅游座谈会，邀请台日双方的旅游业者进行交流，共同推动3方的观光。就是我们除了仙台的观光景点之外呢，这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介绍山形的一些温泉，很值得推荐的一些温泉的景点哈，给大家，给台南市的市民。除了就是到仙台来旅游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仙台的机场呢也开始准备了，就是为各位观光客准备了直接可以进到3行市内观光的那种交通巴士。所以只要到仙台机场，就可以利用这种巴士直接进到3行市区，然后更方便而且更容易的，在这2个地方做观光旅游。105年开始就跟仙台市观光协会签订了 MOU， 那每年我们都会赴访，那我们会把我们台南的观光的产业带到那个仙台。那今年因为他们刚好适逢他们的工会理事长正在交换当中，所以这一次他们春山就过来，大家第一次在拜会跟博览。那我们也预计今年在9月底的那个台湾微体验，我们也会派观光会，我们工会也会过去就宣传我们台南市，结合我们的那个徐理事长那边的产业那个伴手礼文化协会，一起那边做推广，然后推广我们台南的观光。台南市旅行工会理事长苏荣尧嘛表示，在明年1月时阵，伊也将带领台南市的旅游业者前往仙台参访，希望会当透过仙台观光国际协会的帮忙，将台南的观光拓展到日本东北地区。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这几年来，市府积极推动关南岭的观光行程，上界受欢迎就是为期一个月温泉美食节。为了让游客能当享受到上棒的优惠，观光路局结合驾车、交通、大房、购物等等推出特票，已经连续2档一开卖就卖完。今年嘛将伫7号开始销售。观光路局局长王实施嘛，呼民众唔通错过这个难得机会。今年关子岭的活动又开始了，关子岭的温泉美食节从9月21号到10月22号。那在一开始呢，我们明天早上9点就要开卖我们的套票。那我们的套票有3种，第一个是我们的关岭风旅套票，里面包括食衣住行乐购汤，全部都有。所以如果你要享受关子岭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买我们的整体套票。那第二种呢，就是呢，如果你还要想来一趟知性小旅行的话呢，那就可以选择我们3条风土旅行，包括东山的咖啡，包括我们的龙眼，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里面。所以呢，也在我们台南好玩卡上面可以做选购。第3条呢，就是呢我们最受欢迎的鸡加酒了，这是我们的平日行程。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任性说走就走的时候，就来到我们关子岭，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餐厅，跟我们的昂阿给跟汤阿给，可以享受台南的美食、关子岭的温泉跟泡汤，享受一下放松的假期。这摆所推出平价优惠，叫大房得送汤鸡1只，要让民众泡好汤、食好料。同时嘛，首次结合高雄兰园甲观光工厂推出特票行程，希望后来佚佗游客享受到上赞的体验。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根据资料显示，依照人口数推计，在民国120年的时阵，台湾失智的人数大约有46万人，会当讲每100人就有2位失智者。为了提供更较完整而且优质的失智照护服务，新老病院在今年9月成立失智照护团队，同时嘛结合各区的基督长老教会以及里长等社区据点，要来强化社区失智照护的服务。失智共照中心其实新楼医院是筹划好久，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责无旁贷，因为我们有照顾失智患者的专业。当然不能只是待在医院里面等着病人来，有时候病人不知道，家人不知道，社区不知道，怎么觉得失智的病人这么难照顾，甚至他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们认识的人都不一样的。所以除了待在医院里面去照顾这些病人之外，我们要踏出去，所以希望让更多的民众在社区，甚至我们借着教会的系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失智症患者，然后更多的筛检出可能是早期的病人，让他们可以早期接受治疗，那也让这个家庭的环境或社区的环境是可以一个对失智者来讲是一个友善的环境。所以今天这样的失智共照中心是希望结合医院的资源、社会的资源，可以让病人可以从早期接受诊断治疗，然后回到一个失智者友善的环境。蔡会长嘛表示，新老病院成为教会的病院，以医疗团队的精神，秉持护士、爱心、盼望，成为社区身心灵健康维护的标杆病院。就有成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会当载予失智症家庭更较完善的照护，同时嘛会当甲社区教会共同努力。互更较侪失智家庭会当受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小朋友伫成长过程一定会拄到社会化的状况，一开始对主要的照顾者，到后来甲同辈之间，这嘛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培养。但是为小朋友却无顺利发展，参像无法度甲别人互动，用特别的方式来算佚佗名，而口语的表达冇问题等等，这种是可能发展较慢的状况。对此，现代病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纪美红表示，当小朋友伫相对年龄却无相对的社会化行为，就需要接受专业的评估，并且接受治疗教育。如果家里面有1到3岁的幼儿发现说在跟人的互动上面好像有一些比较缺乏兴趣、缺乏意图，不太想要理人，
或者说在互动的方式上面不是很成熟，不太会用语言沟通，甚至连一些非语言的沟通行为，像是眼神、表情、姿势都有一些奇怪的地方，或者说觉得孩子在玩游戏的方法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这些在沟通或者是行为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都可以带过来那个所谓的儿童发展联合评估中心去做进一步的评估。过去小朋友若有个性顶面问题，真侪家长拢会认为是先天还是教育问题，但其实有可能是发展的异常。嘛，因为对1岁开始，就当发现小朋友的行为重点，所以如果厝内囡仔有无啥自然的状况，千万唔通疏忽。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乳癌因为初期无明显的症状，所以当患者发现，通常拢是中期以后啊。生态病院为着要有效来治疗着乳癌的患者，运用上改新的标靶药物，佮加上荷尔蒙治疗来辅助调理，存活率大大来提悬，看会到成效。转移性乳癌的这个新药呢，它其实是要搭配抗荷尔蒙的这个治疗，所以它适用在荷尔蒙受体阳性这一类的这个乳癌。那它的效果呢，是因为它去抑制了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细胞循环的这个激酶，所以它跟荷尔蒙的药物呢搭配在一起呢，效果就会非常的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新药的这个治疗下呢，可以让癌症的这个控制呢，可以几乎是翻倍哦，它的成效可以翻倍，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效果。当时医师也再次提醒民众有关癌症治疗的正确观念。近年来，医学界对癌症的治疗有相当大的进步，所以也请患者要准时听到医师的专业治疗方式，唔通相信民间的偏方，以免延误到治疗时机。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